由于中共病毒疫情在东突厥斯坦再次蔓延，中共以此为借口，在伊宁市划定了3个高风险区、4个中风险区，伊宁县高风险区3个，中风险区1个，并进行了全城封锁。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美国对中国在台湾组织的军事演习做出了强烈反应。白宫发表声明，强调中国的军事演习具有挑衅性，并声称中国试图通过围绕台湾的军事演习改变现状。北京除军事威胁外，还对台湾进行了经济胁迫、政治干预和网络攻击，所有这些都侵蚀着台湾海峡的现状。根据央视新闻消息，8月6日晚上，位于福建省宁德市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北宋时期的万恩桥着火，目前桥体已烧毁坍塌，暂无人员伤亡，火灾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加沙地带的暴力事件不断升级。周日，伊斯兰圣战组织与以色列之间自去年闪电战以来最严重的对抗没有减弱迹象。32名巴勒斯坦人，包括6名儿童已经死亡。哈马斯目前尚未参加对抗以色列的行动。哈马斯警告以色列的这些入侵可能导致无法控制的局势。根据巴基斯坦国家媒体报道，由巴基斯坦前总理伊姆兰汗领导的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议员阿里汗在与阿富汗接壤的夏蒂尔地区遭到枪击，造成4人死亡。受重伤的议员阿里汗被送往医院救治，当局已开始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目前尚没有人声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